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8月11中昼新闻，我是麦尚莹。先来看哥伦比亚昨是来发生规模7.4的大地震，上无已经有111人死亡，87个人受伤，嘛有超过1600栋厝是严重受损的。即马新上任的总统艾斯普雷亚伊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，也亲身去到应变中心指挥调度全民救灾。 大楼因为海甲烧大力全放弃，四界拢是营业，民众惊甲四界走。哥伦比亚西部伫当地时间8月70透早发生规模7.4的大地震，真侪人犹阁咧困，就好海甲精神，赶紧走出来外口。Estábamos acostados y comenzaron a moverse las puertas y eso es un indicio de que el quicio de las puertas comienza a pendular y inmediatamente. 这个地震是哥伦比亚21世纪以来上大的地震，震央伫个西部教科省。路透社分析，震央是伫个内陆托巴坎两个河谷附近，所以破坏力变甲真大。目前全国有1600栋厝受损，尚无61栋全害去。第三大城卡利甲佩雷拉等等城市灾情严重，救援人员甲志工抢时间，继续伫个土石堆当中咧挖，希望会当救到受困的民众。 En este edificio hay gente. En este edificio hay como 4 personas atrapadas. Ya trajeron a una, van a traer a otra y también vamos a traer a otra niña. 灾情直直咧扩大，死伤人数继续咧增加。拄宣誓就职无偌久的哥伦比亚总统艾斯普雷亚面对严重的考验，伊遂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，而且暂停所有的行程，亲身去到首都波哥大的国家灾害应变中心指挥调度的工作。 para proteger la vida, atender a las comunidades afectadas y llevar ayuda a cada territorio que se necesite. 这场地震在附近的委内瑞拉、厄瓜多甲巴拿马拢会当感受到。联合国表示，当咧密切关注灾情的发展，而且烦恼偏乡地区通讯断去，会互伤亡的状况真歹掌握。目前已经随时派兵提供领导援助，协助哥伦比亚度过这场世纪灾难。公司新闻，陈伟玲、吴基昌编译。